主后2024年7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当做戆人，跟对耶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历代志上卷12章第1节到40节。达比为着闪避基士的囝扫罗，秘伫西吉拉的时，下面这个勇士来到伊遐，帮助伊交战。因会用正手倒手射箭，显石头，拢是便雅悯人，是扫罗的亲族。带头的是阿希以谢，搁落去是约阿斯，因拢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囝。搁有阿苏玛威的囝也是甲比勒甲阿拉杜人亚户。基遍人伊斯玛雅30人中的一个勇士，伫管理迄30人。耶利米、雅哈瑟、约哈兰、基利拉人约撒伯、伊利乌塞、亚利摩、比亚利亚、示玛利亚、哈律弗人、示法提亚、科拉人、伊利加纳、伊士亚、阿撒列、约伊舍、雅索班、基多人、亚罗罕的囝尤拉甲西巴地亚。迦得支族有几若人来到旷野的要塞，归顺大笔。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举盾牌、举枪、熬烧台。因的面亲像狮的面，熬走亲像山泥的鹿。头一个以谢尼，第二俄巴底亚，第三以利亚，第四米斯玛纳，第五耶利米，第六阿泰，第七以利亚，第八约哈兰，第九以利撒巴，第十耶利米，第11米巴乃。这个拢是迦得支族的军官，上细的一个拄100，上强的一个拄1000。正月约旦河的水涨满双平岸的时，因过河，互所有住伫平原的人惊甲四散逃走。搁有便雅悯人甲犹太人来大比的要塞。大比出去迎接因，对因讲：恁若好意来要帮助我，我欢迎恁甲我联名。毋过，恁若要将我即个无罪人出卖互对敌，愿咱列祖的上帝监察执法。迄时，上帝神临到众军官的首领阿玛赛，伊就讲：大比啊，阮是归顺你的，亚西的囝，阮是支持你的。愿你平安顺利，愿帮助你的嘛拢平安，因为你的上帝帮助你。大比就接纳因，设立因做游击队的队长。大比甲非利士人做伙要攻击扫罗的时，有一寡玛拿西人来归顺伊。后来，因无帮助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的领袖有参详，叫大比倒去，讲伊真有可能摕咱的头壳去归顺伊的主人扫罗。大比去西吉拉的时，有玛拿西人的指挥官暗那、约撒伯、亚帖、米迦勒、约撒伯、伊利户、西利泰、
拢来归顺伊。这人帮赞大笔对抗游击队，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搁做军官。迄时，逐日有人来要帮赞大笔，伊的军队就亲像上帝军队遐尼强大。有武装好势的战士来希伯伦见大笔，要照上主的话，将扫罗的王位交予伊。下面是遐个战士的数目：犹大支族亚顿排亚枪的武装战士有6800人；西面支族未出战的勇士有7100人；利未支族4600人。阿伦后代的族长亚大甲缀伊个有3700人。勇猛的战士少年人撒督甲伊家族的领袖22人。便雅悯支族扫罗的亲族有3000人，前到呾，因大部分拥护扫罗家。以法莲支族出名的勇猛战士有20800人。约旦河西边的马拉西半支族有记录伫家谱的18000人，拢拥护大笔做王。以撒迦支族有知识捌施世，在以色列伫什么时着做什么的领袖有200人，因的亲族拢听因的命令。西布伦支族会用逐种军器出战交战，真有纪律。对大笔忠诚的有50000人。拿弗他利支族有1000个领袖，亚枪亚盾牌对因的有37000人。但支族会出战的有28600人。阿舍支族会出阵交战的有40000人。伫约旦河东边，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、马拉西半支族，举逐种军器交战的有12万人。这个战士拢随时会当出战，对大笔忠诚。因来到希伯伦，拥护大笔做以色列全国的王。其他的以色列人嘛同心拥护大笔做王。因伫遐甲大笔做伙3日，也食也啉，因为因的亲族拢甲因备办好势。因附近的人，甚至对以撒迦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来的人，拢用驴、骆驼、鹅、牛宰食物，有面粉、无花果、干圆、葡萄干圆、酒、油，搁带牛羊来遐，逐项拢真多，因为伫以色列中有大欢喜。当做戆人，军队耶稣，历代志上卷12章的记载，大笔还是扫罗政权下一个势力不偌强大的叛乱组织。不过，大笔的领袖魅力吸引以色列各支族的勇士来投靠，连扫罗的手下嘛来军队。这个加入大笔阵营的人，带着因的专长来投靠，因随时会当上阵，互因的团队成做具有感染力、有行动力的团队。因带着相款的心志，加入大笔的阵营，写了一阵勇士的故事。因成就一个传奇，造就一个辉煌的国家。因就是后代子子孙孙伫面对困境甲决定的时，一个值得向往、充满欢乐的
标杆国度。2023年，我做专职服侍生涯的最后一个决定，离开原生牧养的新生教会，受册派开拓新希望教会。对我来讲，这是整个环境受疫情影响在衰退的时，一个追溯信仰源头、重新再起、军队回归的行动。这是身为寿山中会牧师的使命继承。1972年，新生教会牧师苏天明带领分析受众，理念是教会和传教者爱无受环境限制，自由的传福音。这也是身为新生教会牧师的责任。伫教会设立50周年了后，搁再向前踏一步的行动。对个人信仰所愿来看，我阿公开拓民雄真耶稣教会，外公也甲黄武堂牧师同齐受派，接受日本人自会的教会，开拓家己中会西门教会。因为安尼，当上帝伫我头前开启机会，我伫咧追溯故事中理解自身的吊命，搁开始着梦。以色列人回归巴勒斯坦，若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圣殿，毋是由一个人就通完成。以色列人需要借着大笔甲各代本领投靠伊的勇士的故事，伫圣神的感动下做伙上路，才会当完成。开拓教会也是安尼，需要有一个人甲一群加入咱的人，甘愿斗阵做工人。当我往驻青长老报告要对教会请示的时，一位长老毋甘疼惜对我讲：“牧师啊，你为甚物要去做工人？”台语工中文有牛甲工两种写法。我想咧，伫即两个字的意涵我拢有。安尼的我，因为无把握会当使命必达，所以毋敢随意邀请同工献身同行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还有一个心加上一个敢的工人，带着愚公的态度加入开拓团队。新生教会搁较无考虑投资是毋是有赚有赔，为新希望教会提供后援和奉献，互咱诚侪代表传奇故事的一份子，讲述一个现在连结族谱，也就是过去追溯上帝应允的使命，充满烦恼的回归故事。伫军队耶稣的路上同齐做工人。默想圣经中古老的故事上精彩的所在，在伫未来布格曼圣诗开启的异想世界。圣经中古老的故事上精彩的所在，在伫未来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你对我讲过的话，我拢会当藏伫心里。伫我一生的道路，安然跟对你的脚步，勇敢为上帝的国度做梦。希望有一日，梦中的迄个世界，毋是一场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